不過炳叔啊，我知道除咗頭先所講嘅之外咧，仲有其他地底渠務工程噶喎。嗱，好似疏冚隔氣井，即係 OTG 咁啊，一般咧都會安裝喺地面空氣流通嘅地方嘅，所以佢都可以作為地台去水用噶。而佢嘅作用咧就係將啲廢水經佢而流入污水沙井，因為佢有隔氣作用啊，所以亦都可以防止污水沙井嘅臭氣走出嚟嘅。至於疏冚蓋面嘅大細咧，就要視乎連駁去疏冚隔氣井嘅地渠直徑而定啦。知嘢喎，咁有疏自然有密啦。密冚隔氣井即係 STG 或者 BITG， 佢個作用就同疏冚隔氣井一樣。不過佢本身就唔可以作為地台去水用，而密冚隔氣井就記得一定要有氣喉引申到空曠地方至好啊。另外，馬路隔沙井咧，一般就係安裝喺馬路兩旁，用嚟隔去馬路上面嘅沙泥同埋垃圾，以免淤塞渠桶嘅。而疏欄咧就一定要厚身 heavy duty 至得嘅。至於講到尾井嘅九頭隔氣咯，如果接駁渠桶嘅直徑係375mm 或以下，咁就要用生鐵鑄成嘅隔氣板；而如果渠桶嘅直徑係450mm 或以上嘅，咁就要喺地盤用石屎做呢個隔氣板啦。而且佢哋一定要有通渠管同埋蓋冚，而蓋冚咧就要用不鏽鋼鏈掛喺尾井嘅井口旁邊，方便日後掹開蓋冚嚟通渠啊嘛。另外，為咗令到沼氣唔會積聚咧，所以尾井嘅撞風頭，即係 fresh air inlet 就要引申到空曠嘅地方，同埋要有2.5米咁高至得噶。總之，工序做足全套，質素自然有料到。咁講完地底渠務，就輪到講下呢個地面渠務啦。嗱，國強考下你啦，地面渠務包括咗邊啲渠桶啊？啦，包括有生鐵桶、紅桶、球麥鐵桶、原水喉同埋膠桶啊嘛，都記得下喎。嗱，咁喺設計地面渠務咧，就要盡量避免渠桶行經管理處、會所、大堂呢啲地方，以免因為渠桶漏水而整壞啲地方啦。如果一定要行經呢啲地方嘅，而下一層有許可嘅話，咁所有渠桶就可以直落到下一層啦。咁喺安裝渠桶之前呢，打碼一定要先做樣板，再等機電工程師批准之後咧，先至可以大手做噶。就好似啲玩具廠喺大量生產玩具之前呢，都會做個板嚟睇下有冇問題先咁解啫嘛。而喺安裝外牆渠桶嘅時候呢，工友就要按平水墨線嚟定喉馬嘅位置，而轉窿嗰陣時呢，窿嘅直徑一定要配合到喉馬嘅直徑同深度咁至得嘅。點止啊！喺安裝喉管之前，仲一定要先固定一組垂直又或者係平行嘅魚絲線嚟做喉管嘅中線參考噶。而且所有渠桶都要用不鏽鋼喉馬嚟做承托。至於接駁橫生喉咯，就一定要有足夠嘅科水。如果外牆係用膠渠桶嘅話，咁就千祈唔好太貼近熱水爐或者係冷氣機。唔係膠桶就會因為長時間受熱而變形噶啦。另外咧就要用不鏽鋼包膠邊喉馬啦。至於氣喉同埋污水桶就要有足夠嘅連通管嚟到確保排水桶入邊嘅氣壓均衡，保持排水暢通。而氣喉就要引申至高過天面牆身，咁樣住戶先至唔會俾臭氣影響噶嘛。仲有氣喉頂記得要有足夠嘅保護，千祈唔好俾硬物跌入氣喉裏面啊！咁另外喺安裝喉筒嗰陣時，一定要安裝埋適量嘅伸縮喉件。如果要喺停車場樓底安裝渠桶嘅話，咁就記得要注意法例要求嘅停車場淨高度啦。唔係裝好之後先至發覺啲車過唔到，咁你話點算啊？而且仲要留意埋停車場明渠嘅深度同埋闊度添。咁至於批好個明渠咧，就一定要夠平滑，而且為咗安全起見，太深嘅明渠就要另外加渠蓋至好啊。至於安裝吊井咧，亦都要注意樓底嘅高度限制。如果做石屎吊井嘅話，咁所有接駁吊井嘅渠桶都要預留喺石屎入邊，咁就可以防止第日漏水噶啦。
咁至於做渠影，即係 flat channel 嘅話咧，就唔使有渠蓋噶啦。嗱，咁最後轉曲位置就一定要留有生口，方便第時清理噶。仲要注意渠筒生口位置下邊，千祈唔可以有任何電器或者其他貴重裝置啊。咁當整個渠務系統都安裝好之後咧，就可以用通波測試方法嚟到睇下渠筒暢通唔暢通噶啦。咁至於講到樓宇天台嘅地台去水咯，就要特別小心安裝啦。天面同埋平台花園嘅地台去水，一定要喺紮鐵嘅時候跟足平水墨線裝好。而為咗可以確保地台去水周邊嘅防水功能，佢哋嘅去水位咧就一定要同牆身、樓面一齊落石屎，唔係天面就會好易漏水，影響下邊嘅住戶噶啦。到時啊，真係喺屋裏邊都要擔遮啊！仲有就係咧，天台同埋平台花園做好嘅地台面咧，一定要有足夠嘅科水地台去水位嘅，咁樣喺落雨嘅時候，雨水先至可以暢順咁樣排走，而唔會積水啊嘛。啱啦。至於有蓋行人通道嘅去水咧，就要用蟾槽嚟收集雨水，然後利用渠筒引申到最近嘅地台去水。記住地台要有足夠嘅科水啊！而花槽去水咧，就要喺花槽做防水工程之前，按照批准圖則預留好花槽去水位。而喺防水工程做妥之後咧，就要放好疏水桶、疏水石同埋隔濾膜，以確保花槽嘅花泥咧唔會淤塞喺花槽嘅去水位嘅。冇錯啦，不過記得，如果花槽嘅去水係預留喺花槽牆身底部嘅話，咁就記得要安裝配合周邊嘅明渠，將花槽嘅去水排走，嚟防止積水至得噶。